我要去石林医院。检测不到血压，准备除颤，充电200焦耳。对不起。我求求你了，我知道你可以的，医生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把他叫醒的。对不起。不，你们放开他，你们别动，你们不要碰他，他不可能抛弃我一个人的，你们不可以把他一个人扔在这里。医生，医生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救救他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，我求求你了，医生，不可以，他真的不可以就这样走了，医生。我们真的已经尽力。